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扫地、扫壁角、洗面、洗耳孔。咱若伫扫涂骹的时阵，爱注意着壁角的所在，毋通漏狗去。若是洗面，爱会记得甲耳孔附近迄款较厚掉垃圾的所在，嘛爱甲清清咧。做学生仔的时阵，不管是时大也是老师，不时会甲咱讲扫地、扫壁角、洗面、洗耳孔这句话，就是在教咱做代志爱认真，细节的部分袂当凊彩，毋通干那做表面，做互人看，想讲准过就好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